欠地都变应其欠，鬼神害应以互欠，天都不应以互欠，是故欠字一卦就毛来结。这就是安讲，天有天的道理，地有地的道理，鬼神我哪有鬼神的道理，人有人的道理。天的道理就是讲。 无论安怎，无论啥物就对了。凡是骄傲自满的，骄傲自满，就要属于安怎亏损。哦，欠伊的呢，欠伊的人，就要互伊得到益处。 这盈呢，盈就是满嘛，满，哦，盈就是满，所以讲，无论什么款，凡是骄傲自满，哦，就要互伊亏损。那么欠伊的呢，就要互当然拢得到好处、益处。那么第二道理呢，就是讲，无论安怎，凡是 骄傲自满，吼，若要属于安怎改变，无要互伊永远的满足。人若无满足，就是痛苦的，吼，无好啊就对啦。所以若欠伊呢，就要属于滋润，亲像即种树无共款，滋润有枯。迄个树啊，若有滋润的，还是讲草木呢，草若有滋润的，就袂干，安尼就对。亲像讲，较低的所在，迄流水安尼流过去，会当来充分来补填不足的所在。哦，那鬼神有鬼神的道理啊，鬼神的道理就是讲，无论什么款，你若是骄傲自满，骄傲自满，毋知影哪好欠伊的，哦，就会属于伤害。 鬼神的道理是，那么欠伊的地方呢，地方是苦。哦，人的道理是讲，真厌恶迄种骄傲自满的人，真喜爱诱导艺术，一个君主就对啦。这个是天的道理。 地的道理，鬼神有鬼神的道理，人有人的道理，安尼就对。所以，咱对这方面，对安尼甲看起来，就是讲天地神鬼人，拢是看到欠伊的这方面，哦，拢是看到欠伊的这方面就对了。所以，易经的内面呢，这64卦呢。 伊所讲的，拢是啥？当然，咱对易经的吼，嘛毋是讲像咱讲从研究易经的讲足了解就对啦吼。但是伊所讲的，拢是天地阴阳变化的道理，吼，天地阴阳变化的道理，安怎教人做人的方法，做人还有方法啊，吼。 所以讲，每一个卦爻当中，甲13卦当中，拢是有凶有吉，有吉有凶。哦，凶卦呢，就是讲警戒人家，弃恶从善。
为咱学校册读介少，所以讲写字拢比较但这拢老高去，一点咱学校更加。所以乡歌呢，就是境界啦，气候中心，无好嘛。知影见知影乡的吼，就是讲咱要安怎样嘛，甲无好的去掉，吼，好的东西，咱来要安怎去做。所以，建呢就是讲勉励我们日新又新，日新又日新。我咱讲每一天我会当出发很努力安尼就对。所以讲，敢若一个欠歌呢，是安怎？每一个歌拢是变，无香的。这就是天、甲地、甲鬼神人的一个道理。所以，若知影谦卑的人，伊会当流露出人格的一个人格很重要，国有人有人格啊，所以而且伊会显现出一种自信有光辉的力量。所以看起来，一个谦卑的人，咱甲看起来吼。所以讲，看起来就是讲，好像居处在卑微。好像都刚才都处在下方的对吧？哦，毋是讲哦，咱讲啊，伊讲啊谦卑的人看起来，伊讲拢谦卑，足悬有缘无啊？咱看起来足谦卑啊，谦卑就是讲敢若讲看起来是敢若讲哦，处在一种卑的一个抗战嘛。但事实上呢，伊有人格的这个高尚。人格的高尚没有办法去逾越，所以讲咱修行学道的人呢，咱学啊，就开始来随着咱各位前辈这啊，你甲学教导了，咱感觉讲，做咱道中的前贤呢，大家迄种的人格呢，迄种的，刚才讲自信方面，他有一种但没有办法去，毋是讲凊彩就安尼，会当弯刀去敲过来。迄是你家己足自然安尼当去流露出来，所以讲，这也是一个有道的君子啊，因为在这个涵养的一个讲最美好的一种最高的一个表现，一个显现，当显现出来。因为安怎，伊放下了一切自我，放下一切自我，能讲无我嘛。修行学道到无我的时阵已经是足一个最高的境界是足无简单的就对啦。所以咱放下一切自我，恭敬所有一切众生，不分彼此就对。所以谦恭和蔼呢，也是咱自性有一个显现的时阵因为谦下自己。第一心下气，没有人我之分呐，没有是非之念，
会当低心下气，谦下自己。那么没有人我之分，没有是非之念，那么这就是一个真真正正一个佛性体现的时阵。所以讲，那好些当然啦，因为这呢，其实这个讲题呢是跟甲护行呢做一种上好的勉励就对啦，因为喙边边也是上面，所以咱护行是感觉最确实讲互咱护行听的一足好的勉励。所以欠去恭敬和谐礼让的人，伊若正经讲好好的修学道呢，他一定有成就的，一定有成就。所以说，有一句成语就是讲：谦谦君子，和睦亲啊。恭而敬之，学中人。和光同尘，月圆色。矮气招祥，对人生。然后来想。谦谦君子，和睦亲，恭而敬之，学中文。好讲当庭，会眼清，爱气交强，随人心。谦呢，谦是啥？谦是要实际嘛，实际，无我的境界。谦呢，带实际，过来是讲达到无我的境界。谦谦君子呢，会使讲介有德行啊，介有德行啊，一个君主。那么君子再来就贤人，贤人再来就圣人啊。所以达到一个谦的君主呢，一定是种我讲贤人性。恭而敬之，学中文的恭呢，恭而敬之啊，不可偏，朝着这个正路去走。
当偏安尼照安尼去行，就这正路去行。哦，当然，宗门呢就是宗旨，咱的宗旨。哦。学宗门宗旨，就是讲，咱足谦虚、足恭敬安尼，不可偏安尼，随着这条路安尼去行。咱的宗旨安尼去行，啊，是咱修行路安尼，照着我们的宗旨去走，啊，好好修行学道，啊，像要遮拢毋敢互咱讲，啊，上天十二面。好好修行学道，对哦。和光同尘月颜色，和光同尘月颜色，和当然就是讲做伙哦，同流啦，那同流不下的，当然是那是无可能的嘛吼。做伙修行学道呢，大家足欢欢喜喜安尼，不分你我，不分彼此安尼，足欢欢喜。爱去招想，就和蔼蔼，是讲和蔼可亲呐，足欢喜的对。那欢喜呢？哦，当然好的一部分呢。你若讲一个足客气的人呢，相信讲一定好的地方嘛是你客气这方面啦。那有讲你迄个一个人安尼哦，安尼叫安讲。牛头马面的爱还爸爸的，你敢要去怪伊？无可能啊！自然而然的，好的这方面，绝对是上个安尼，就是安尼意思。之前今日我所讲的这个谦啊、谦啊，这样来公关啊。在咱的中国文字上呢，应该嘛算讲是一个好字呢。为什么？啊，其实阮呢就是啥？自满、自大、骄傲。万是安尼嘛，自万自大骄傲嘛吼。啊，但是在中国的文字上来讲，万呢，无是算歹字的，算好的。亲像讲，因为安怎代表着一种贵气、王公贵族迄种身份的，像过去大清朝时代，哦，来讲当家的人是啥？满人嘛，万袂歹，足好的。啊，有一种介很圆满之意，圆满是啥？介完美安尼，就是圆满，哦，迄嘛是圆哦，哦，啊，佫有一种介霸足的意思，霸足的就啥？满足，很满足就对了，哦，所以讲这种圆哦，哦，啊，即嘛吼。或是咱想想讲，啊，佫有阮兜迄个满珍，嘛是阮的。满珍嘛是阮的，嘛袂歹的吼，啊，较幸福的呢吼。讲一下笑话者，若无反应的就是无，若讲安尼吼无反应的就拄久啊，啊，若有反应就是无拄久，所以讲，吼，讲一个笑话者。那即么咱互我来讲一个阮的故事，满的故事呢？啥物会阮？无一定讲啊，介大介才会算阮哦。在咱来讲一个观念，观念是啥？落嚟，在
有一个讲，一个假算讲真所在安尼吼，真适合一个即种的路地你生活的所在。内底就有一条路地足大条，人讲迄路地规个是丢家了歹吼，但是迄路地吼，亲像瓦管遐尼大，吼足大条个就对啦。啊，但是伊有一寡边仔的即路地仔囝，拢对着伊个身躯边，吼，啊对久了后呢吼，啊即个路地王路地啊，即个足大条个即个路地官娘呢，吼，啊伊就，人讲体裁出众啦，足大高啊就对啦。哦，足大个就对啦，毋是像安尼就对啦吼。啊，有一天呢，伊到尾啊，因为安尼关系呢，啊，一寡路地囝呢，就拢甲伊推崇起来做一个路地族长，族长足大个安尼吼，即个敢若国王共款安尼就对啦。那有一天呢吼，安尼久啊，时间一个久呢，啊伊就安尼感觉讲自以为是，安尼诚控高安尼吼。人讲，到尾有种不可一世的迄种心态出来就对啦。然后有一天，即个路地族的族长啦吼，路地王就对路地公啊吼，拄仔困精神起来的时阵吼，啊看到边仔迄路地仔囝安尼吼，啊起安尼吼，就讲吼足无欢喜，讲毋知你讲我啥物歹话啊，干叫咧，讲来路地仔囝你过来，听我讲者，你是在做啥物物？伊讲，啊为个呢，惊到要害伊，毋敢讲。但一个就讲，听伊讲吼，毋是寡娘上大，即个寡娘吼，还佫有一种的吼，足大个水娘。毋是水娘尔，黄娘，佫有死娘，哇，足大只个，就气甲要害伊。伊讲，哦，哪会使有牛呢？哪有牛是白的？迄牛翅白个倒，啊我上大，哪会使佫互人占较大呢？吼，足无欢喜个。讲好，安尼吼，带就要去找人算账就对啦。迄个心态软的部分就出现来啦，就要找人算账。有一天就行去到一个所在呢吼，要去找迄个牛翅白较大个水牛算账。但是伊行到一个所在呢，迄天呢，拄啊出大一头，吼，一头足大个，足严的哦。啊，逐个行到安尼哦，行无几大久呢，就安尼，足紧的喘啊，就讲要死啊，啊，足艰苦个对哦。啊，拄啊看到讲一个山轮仔骹呢，哇，足凉的，赶紧哦，比哦，你遐歇。啊，拄啊，逐个拄啊，休困甲差不多，拄啊真凉，点钟啊，哇，天摇地动，地动啊，山脉崩落来，来遐路地。地啊变做路地仔树，绝对是哇！安那只路地不明不白，怎会使死掉掉？那但是迄毋是山崩落呢，敢若伊要去讲，要去挑衅人，要去找人战争的，敢若迄只水牛变一个心尔，遐路地仔煞变路地仔树。所以讲，这就是甲你讲吼，慢呢。台湾拢有着，因为伊自我，像伊讲，即个牛族内面的吼，即寡娘啦、甲水牛、甲即个凡是有的呢，伊认为讲我是上大，绝对袂当比我较大，比较自满的那种心态浮出来。所以讲，即个路地族死了讲安尼吼，很不明不白，吼，这是我呢造成伊一个后果的。那么，咱讲怨字呢，八九，但是八九了过头呢，就无好安尼吼，变做过嘛。变做过嘛。所以咱会知影讲，什么物件呢？无论讲安怎样，若是过了怨是甜嘛吼，过甜就是无好就对啦。吼，但是有个人讲，因为讲，买啊，无你钱较济互我袂感觉歹啊，我互较甜一个，
发底然后烂。但是有时候呢，有一些不义之财的话就不好。不义之财，你讲，有个讲，突然间，他像过去的人讲，忽然间发大财，这个不义之财，就有乐透。也认为讲奇怪呢，八竿子都打不到的人，他还会来找你呢。知道你有钱的时候，你就来给你救济，救袂到时，给你恐吓袂到时，给你用抢，安尼敢无好。我不一定呢。假使讲这个钱呢，钱财就对啦。你若用无讲一种卡踏实地去争取来去赚来，亲像咱前辈遮来甲用心去经营事业，这赚来的钱，这用起来呢有一种迄满足的迄种的，迄知足啊，对不对？知足啊。但是还佫有啥物嘛无好？信心啊，信心呢，敢会好啊？迄叫做自信。一个人若有自信呢，伊做啥物代志，拢会介顺利。他有自信心啊，然后他做事情做起来的话，就顺利啊，安尼不会乱的对了，有自信啊。但是超过呢，自信心超过呢，又主观。那自满的话就不好啦，对不对？自满的话就不好，换出来起一点也不好，会叫做安怎？自大，然后再加一点的话，就是臭屁啊，那就不好，不好啊，所以讲。臭别人啊，当然讲安尼会带无礼貌，就是讲你较自大的人咧伊若假使讲，逐项代志拢感觉伊家己好，别人会无好，那么安尼呢，有这种的想法呢，他只有这样子终其一生啊，因为安怎，伊看袂到别人的问题，看袂到家己有问题，伊无法度去改进，伊无迄种进步的空间，是不是安尼？所以讲，这样会好吗？不好，不好的对吧？自满啊，不好。所以讲，做人就是讲有一种自爱自重，用过一种很真诚、很谦虚，就是讲较真诚、谦虚安尼就对啦来待人接物，有人讲，袂啊，我根本无做唔对代志，我何必甲人安尼低头，对嘛？等候就对啦。免啊，我无做啥物代志，何必去甲人等候呢？但是，假使若有即种的想法的时阵呢，可能就得袂到人的即个尊敬啦，较尊重就对啦。我得到人的尊重。所以讲，咱爱安怎样呢？就咱讲。不可以自满，不可以有一点点成就，要觉得说好得意这样子。较早有一个呢，该唱歌，嘛小可会做曲，一个歌女的，该会唱歌。有一天，但是伊拢该会炫耀家己就对啦，还自满啊，就对。一天呢，就问伊呢，这个。伊个老师，伊定定拢爱问伊老师讲，感觉讲伊老师家己配唔甲介好安尼就对啦。所以讲伊讲定定你家己讲，你甲我配评看卖，看我唱的歌是毋是，甲什么款的程度，是毋是好听？伊老师尾仔就是甲伊讲的你唱的歌足好听，要找
找讲几个会比你较好听的吼，可能嘛好找啊。但是希望讲你加听别人唱的歌，这个意思就是安怎？不要说把自己看成说，咱家己做的讲拢足好足好安尼。伊只有希望讲你唱的足好啊，你做的曲的嘛足好啊。但是你去看别人做的曲安怎？你听别人唱的歌写做什么款？那么安尼，你绝对有一个进步的空间就对了。咱做人嘛是同款，嘛是爱安尼。所以讲，像咱头拄仔讲的写书法的，你若假说讲介欠伊安尼，你还有进步的空间。你若是讲介主观安尼，介自以为是讲无人比我较水啊，那么你的空间呢，可能是到安尼。你的程度啊，手是安尼样对。所以讲，伊毋才会讲，因为老师毋才会讲，你爱去听别人唱的歌，加看别人，假使讲你若会晓写书啊，看别人安怎写，那么你就会讲，伫即个当中咧，你的收获可能会足济，袂当讲，就袂讲安尼吼，停顿伫咧遐安尼，就是安尼吼。所以讲，咱定来去记咧，就是吼。较早期吼，咱好势讲细汉时阵吼，拢毋认真读册，嘛袂晓画图，所以讲只要要画一支管啊，嘛足难画的，敢知？我若有大机甲细机啦，好。定来比如就是讲一个管啊。伊底个，比如讲，即个管啊，底一个半罐的水，吼，底一半罐的水，安尼。那么伊就了有一个学习的空间，学习的空间，即甲咱做人的道理共款。装到一半的时候，你若该欠伊的时阵，那么你就去学习，即个空间去学习。那么你的即个。讲学问甲知识呢，就会比别人呢来得深一点、多一点就对了吼，搁较宽吼。假使讲，咱定来比如的就是讲，你一支管啊呢，假使讲，若是伫咧遐安尼，屁股跳，我屁股跳安尼吼，一支管啊安尼吼，伫咧遮安尼，哦安尼往白跳安尼。你遐屁股跳，你管哪要跳，咱无法说袂晓画。你遐屁股跳，屁股跳先跳啊跳，你甲看觅，迄水慢慢跳了了，而且跳了无难去，所以互人感觉讲，你即个管啊，只有半罐水，甲人共款，你即个人可能无啥物成就甲对啦，意思是安尼啦，但是有个人呢，伊敢半罐水，伊袂跳。伫咧遮，点无叮当的。那即个讲啊，若袂跳，即个人讲，甲人共款，一个人假使若讲干那伫闷在那里，闷安怎讲？等哦，闷是安怎讲？闭藏在遐就对啦。点伫咧遐，拄条的安尼吼。咱就知影讲，一个水吼，若无叮当，迄水是死的，所以水会臭，死水来会臭。所以讲，若人呢，伫咧遐，若开喙呢，咱会认为讲，也是我上厉害，开喙了就是讲我上厉害。但是他没有感觉到讲，这若不低不高当中呢，人会骗的讲。讲出来话安那臭啥？更久啊，自呆，自呆就会臭啊，所以讲，互人感觉嘛无好对。